Hello，我係 Frankie 啊。今日我想藉着呢份功課咧，去講下呢個香港同志平權運動嘅一啲嘅睇法啦。亦都我嘅角色係一個LGBT 團體裏邊嘅一位社工啦。咁我做咗幾年啦，當係咁啊。跟住我嘅場景就係我去可以面對到立法會議員啊，同埋大眾嘅一個 platform 啦，去將我呢個嘅睇法去 share 出嚟啦。咁我開始㗎啦。OK， 好。各位立法會議員、各位來賓，你哋好啊！所有關心香港社會發展朋友，你哋好。今日我想同大家分享對香港同志平權嘅一啲睇法。我叫 Frankie， 係一位長期服務喺呢個 LGBT 團體嘅一位社工。喺過去呢幾年裏邊咧，我親身喺我工作裏邊咧，接觸到因為性傾向唔同啦，而遭受到唔公平啦，或者係唔平等、唔公平對待嘅事件。呢啲種種嘅事情咧，令我意識到咧，喺同志團體嘅運動裏邊咧，唔單止係一個政治同埋法律嘅議題啊，佢更加係一個關於基本人權、社會正義同埋人類尊嚴嘅議題。首先咧，對於9月份啦，啱啱喺9月份立法會否決咗呢個同性伴侶關係登記草案條例咧，本人表示到極度遺憾同埋失望㗎。呢個草案被否決咧，唔單止係對同志團體裏面一個重大嘅打擊啦，更加重要咧係對香港嘅社會包容性啦同埋精神咧係一次好重大嘅考驗啊！作為一位 LGBT 嘅社工，我每日咧都會接觸到性小眾啦。好多時候咧，佢哋都會同我反映，或者佢哋所遇到嘅問題，無論可能喺職場上邊啦，因為佢哋性傾向而遭受到歧視啦、晉升嘅機會啦，亦都有機會可能因為屋企裏邊咧唔理解而感受到呢個孤立無助咯，更加有機會可能係一啲法律程序上面嘅問題咧，缺乏佢哋足夠嘅保障，而令到佢哋有好多唔同嘅困境啊！呢啲唔公平嘅待遇，唔單止影響咗佢哋嘅福祉啊，更加會影響到香港整體利益嘅發展。同志平權嘅核心價值就係平等、尊重同埋包容。一個真正文明進步嘅社會係應該尊重每一個人嘅獨特性同埋佢哋嘅尊嚴，唔應該因為佢嘅性傾向或者性別而有分別。其實同志社群同埋一般傳統嘅異性戀社群一樣，佢哋都係社會上面不可或缺嘅一部分嘅。我哋應該喺呢一度打破我哋嘅歧視同埋偏見，製造一個平等、安全同埋有尊嚴嘅社會環境。我亦都希望藉着今日呢個機會咧，能夠喚醒多啲人對於同志團體嘅關注同埋支持㗎，能夠推動香港